来讲苗栗昆有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发生冲突，伫透早3点，昆有公司有一个车辆入去，自救会一个听到消息了，烦恼讲业者又要搁试运转，随招几百人到现场，拍算要蹲一寡石头，贴一寡石头，阻挡这个车辆的出入。虽然警方虽出动差不多有300名警力到现场，因为业者甲自救会呢，伊也三咧牵来牵去，又搁喷咸石啊水，总共造成8人受伤。 晚暝3点多，苗栗昆有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入口爆出严重冲突，自救会成员和业者互相弹照地3角笋，现场充满叫骂声，真混乱。业者对外口喷辣椒水，部分自救会成员互喷甲倒伫涂骹，有人敢若互铁地牵着，阁有人互钱甲骨子。 它有一些铁块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代表，这边有受伤，头都有受伤，现在还在住院。代表他就打到头破血流，然后肋骨骨裂。那还有一个大学生就是疑似性侵杀。 包括自救会成员、昆有的保全，含一位员警，有5个查甫、3个查某，总共8人受伤，连前院长刘正宏嘛，互辣椒水喷到。他还辣椒水直接就喷我，还拿一支铁棍子要打我。我好险是狗，因为那个在那一个地方，老天爷啊，还有那个生命啊，先天上帝保护我。 警出动要300位警力到场，手提盾牌徛做人壁，犹原无法度有效控制场面。烦恼冲突较大，一度甲台一线造桥路段附近1公里封起来，到透早8点才够恢复通行。 这场冲突是因为自救会成员换一大批车辆，伫半暝3点多进入掩埋场，烦恼业者要进行试运转，随找要100人到场，扛石地阻挡车辆。就算警方随到场，双方也是爆出冲突，警政署长嘛到现场关心。 如果有这个状况，我会追究保全公司的责任。除了要调查昆有业者当时敢有违法的行为，警方嘛强调，伫现场闹事的人拢会依法侦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